我授粉，管理迄个因讲会授粉无授粉的吼，嘿哦，上好授粉较完全啦。哦，你若授粉伊更加完全，诶哦，我是遮济学问的哦，哇，安尼照顾爱足用心的呢。安那授粉吼遐济花啊。做中母啊，每一蕊拢。哦，啊，恁才有够工伊工会要花要做伙啦。哎呀，工会无去做伙哦，哎呀，好拢无太遮神奇啊，特殊的哦，公花母花在一起，啊，人迄金龟就分开的无共款，无花是较有一条金龟啊，咱的花蕊即马花开出来对毋对？哦。啊，伊这个中则个是细蕊的，即蕊就是无花嘛，啊，伊内底花粉就是工花。哎呀，工会好，工人啊，我该种一个啊，安尼布一支啊，伊啊，啊无啥土啊，无啥土啊，啊大壳壳啊，那可能安尼，袂使会大呀。爱保持时。哦，爱保持时嘛，袂使啊浸啊烂安尼。好。伊无爱你浸呀。哦，咱这哦，台南东山的五线线蜜龙火龙果，自测商标蜜龙的呢，这红龙蜜果的呢，哦，这用心，哎，这开猪吼啊，保持清净呢，为着要水质好呢，无污染呢，后面就把水灌溉用水灌溉。无用清净的水哦，保持好的品质呢。哦，一切为顾客设想的，佮健康无啥物化肥的。哦，无用农药的吼，赞来这台南东山吼，我先生的这个非常个栽培，哦，足大规模，种足大片，吼，至少遐300公顷，哇，啊，真久哦，品质保证佫袂歹，真用心的照顾，赞啊！